今日你哋嚟機電工程署參觀我哋嘅 EMSD Gallery 啊？係啊，我有份功課係要參加可再生能源中學組比賽，我負責睇下香港仲有乜嘢新地方可以安裝可再生能源設備。今日揾埋機智啤啤一齊嚟到機電署總部大樓攞下靈感。我哋機電署總部大樓好多地方咧都安裝咗可再生能源設備，你嚟呢度就啱㗎啦。我梗係知啦，機電署一直致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。我今次一知道要參加呢個比賽，就決定嚟呢度取下經啦。你哋嚟得啱啦！我哋啱啱呢個暑假喺總部地下大堂3樓同埋6至7樓嘅部分垂直玻璃幕牆咧，安裝咗太陽能發電建築，我哋簡稱叫做 BIPV。唔見喎，我就係見到普通嘅玻璃幕牆，太陽能板裝咗喺邊度啊？呢啲就係 BIPV 啦，等我帶你行近啲睇下。綠色發展咧係高質量發展嘅底色，而家全球嘅經濟體咧都向住碳中和嘅目標前進，而新能源嘅發展啦，同埋城市嘅節能減排嘅需求咧，亦都不斷增加。咁而我哋特區政府咧一直都帶頭喺唔同嘅建築物啦，同埋設施應用可再生能源。喺2024-25年度財政預算案裏邊，政府提出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推出先導計劃，探討喺政府建築物幕牆應用太陽能發電技術。呢個計劃配合政府淨零發電嘅減碳策略，透過收集到嘅相關數據，多方面評估太陽能發電建築嘅成效同埋可行性，助力香港邁向碳中和。計劃係由政府組成跨專業部門嘅小組，包括機電工程署、屋宇署、建築署同埋消防處一齊合作去推動。其中屋宇署已經喺2024年嘅9月咧放寬咗太陽能發電建築嘅不可燃性要求。我哋嘅先導計劃咧係政府首個遵循以上要求嘅項目嚟。太陽能發電建築嘅玻璃同傳統嘅玻璃厚薄相若，而安裝時間亦都差唔多。先導計劃嘅安裝工程歷時約1個月，合共安裝咗25千瓦嘅太陽能發電裝置。機電署總部呢個 BIPV 幕牆，每日咁多人行過都可以見到，真係最生動嘅環保教材嚟㗎，完全體現我哋先行先試嘅精神。BIPV 唔單止可以發電幫手減碳，仲識得擋太陽光同埋慳冷氣，又唔會阻住睇風景。香港咁多高樓大廈，得個天台點夠裝太陽能板呢？而家連成幅玻璃幕牆都可以發電，慳位得嚟又美觀又實用。BIPV 簡直係完美融入咗建築幕牆嘅設計，同時體現 ESG 環境保護、社會責任同埋公司治理嘅理念。BIPV 除咗可以代替玻璃幕牆，仲有其他款式可供選擇，有雲石紋同鋁板花紋，都係可以用嚟安裝喺大廈外牆嘅建築材料。無論係新起嘅商業大廈，定係要翻新外牆嘅舊樓， BIPV 都係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案。BIPV 既可以為更多建築物提供遮風擋雨嘅功能，同時又能夠自己發電，為我哋嘅生活提供清潔、可持續嘅能源，令城市變得更加綠色，向住實現碳中和目標再進一步。第時等我大個咗，都要好似你哋咁樣，令到地球更加綠色。一個綠色嘅美好未來就交俾你啦！科技正重新定義城市嘅未來。BIPV 唔單止供電，更照亮屬於下一代無家嘅未來。